喺聖彼得堡南方有一座宮殿，佢經歷咗3位女王、一場戰爭同一個至今未解嘅失蹤之謎。呢度就係 Catherine Palace， 一個誕生於權力、燃燒於琥珀之光嘅地方，而入邊亦都藏住一間並稱為世界第8大奇蹟嘅房間——琥珀屋。Catherine Palace 最初係為咗 Catherine the First建造嘅，即係彼得大帝嘅妻子。而家我哋見到嘅藍白金奢華版本呢，其實係 Elizabeth， 即係彼得大帝個女，時代重建嘅。而凱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亦都稱為 Catherine the Second， 之後繼續居住同埋使用。喺1717年，彼得大帝下令為佢嘅皇后 Catherine the Third 建造夏宮。而 Catherine 嘅出身並非嚟自貴族，佢嘅名字原本叫 Martha， 出生喺立陶宛邊境嘅一個貧農家庭。北方戰爭爆發，戰火燒到佢嘅村莊，佢父母喪生，佢俾瑞典軍俘虜，成為軍營入邊嘅奴僕。命運喺呢個時刻開始轉動，幾經轉折 ，Martha 被賣到俄羅斯將軍 Menshikov 嘅府上，佢亦係彼得大帝最信任嘅朋友。一次夜晚，彼得前嚟視察軍情，見到 Menshikov 嘅府邸入邊有一個女子默默提住燈為士兵送水。有人話嗰陣時彼得停低咗腳步問：你唔驚我咩？ Martha 嗰陣時雖然唔係太識講俄語，但係神情好穩定，眼神堅毅。佢抬頭一笑，用輕到幾乎聽唔見嘅聲音講：我驚嘅唔係人，係命運。由嗰一刻開始，彼得將佢留喺身邊。佢哋最初靠翻譯手勢或者德語混雜溝通。有記錄話佢用柔和嘅口音講俄語，令彼得覺得好可愛。由奴僕變咗伴侶，由無名之人變成咗帝國裏邊唯一可以令到皇帝冷靜落嚟嘅人。佢陪佢征戰，陪佢面對疾病同埋暴露。喺戰場上邊親手為彼得包紮傷口，喺宮廷嘅陰影入邊用平靜平息咗風暴。終於喺1712年，彼得迎娶佢，將佢冊封為俄羅斯史上第一位皇后。因為喺嗰陣時之前，俄羅斯嘅君主嘅妻子淨係可以被稱為王妃或者皇后妃，但係從來冇人可以用女王之名被正式加冕，去打破咗傳統，改寫咗歷史。而喺1725年彼得死後，軍隊同埋貴族選擇支持佢繼位。一個從戰俘變成皇后嘅女人登上咗俄羅斯嘅王座，成為第一位以女生統治成個帝國嘅君主。呢座宮殿係彼得送俾佢嘅象徵，唔單止係愛，更加係權力嘅認可。嗰陣時冇人諗到呢座建築之後會變成帝國奢華嘅象徵。幾十年之後，彼得嘅女 Elizabeth 登基，佢要全世界睇到俄羅斯嘅榮耀。佢請嚟意大利建築師，用光鏡同埋金色打造出極致奢華嘅巴洛克風。大廳曾經夜夜燈光搖曳，音樂不止。呢座宮殿唔單止係皇室嘅家，仲係一個表演舞台。女王 Elizabeth 會喺呢度開舞會宴會。Elizabeth 將最珍貴嘅寶藏藏喺更加深嘅地方，我哋之後再講。Elizabeth 仲有另一個計劃，就係要為佢個侄彼得3世揾個妻子。1744年，一位年僅15歲嘅德國少女被邀請到俄羅斯宮廷，佢原名叫 Sophie， 後來改送東正教，改名為 Catherine， 佢就係歷史上第2個 Catherine， 亦都被稱為 Catherine the Great， 凱瑟琳大帝。佢唔係俄國人，係德國公主，嫁俾彼得3世，本應一生榮耀，但係佢個婚姻係好似地獄咁樣，佢被冷落，被羞辱，直到1762年，佢親自穿上軍服，發動政變奪取皇位。幾日之後，彼得3世死於軟禁，從此佢統治咗俄羅斯34年，改變咗歷史，打開咗黑海之門，成為咗大帝。就係咁，歷史上出現咗第2個凱瑟琳。第一位嚟自戰俘同埋愛情，第2位嚟自野心同權力。繼續講翻喺呢座宮殿最深處，其實係有一間琥珀屋嘅。當年外國使節第一次見到佢，驚嘆到稱佢為世界第8大奇蹟。佢原本唔係俄羅斯做㗎，琥珀屋係由普魯士國王嘅皇后 Sophia 委託建造嘅，放喺柏林宮。當時德國公眾用咗超過6噸嘅波羅的海琥珀拼出咗牆板、鏡框、雕花同埋陽金，光線折射出蜂蜜色嘅火焰，
由數以千計嘅琥珀細片拼湊而成嘅，製作咗成10幾年。到咗1716年呢，普魯士國王呢就為咗加強同俄羅斯嘅軍事聯盟，共同對抗瑞典，將琥珀屋呢作為外交禮物送咗俾彼得大帝。琥珀屋呢由聖彼得堡嘅東宮移咗去海森林宮。Catherine Palace 命令係由 Elizabeth the First 下達嘅，建築師呢就幫佢重新設計啦，擴大規模，加上鏡面金色同埋巴洛克式嘅裝潢，變成咗你今日見到呢個金光閃閃嘅版本。可惜命運永遠唔會容許美麗嘅嘢太長久。1941年呢，納粹軍隊入侵列寧格勒，宮殿被佔領，琥珀屋被拆卸，裝箱運走。4年之後，盟軍轟炸城堡，琥珀屋從此消失。有人話佢被炸毀，有人話佢藏喺波羅的海嘅海底，甚至有人話佢仍然俾某個秘密嘅收藏家守住，甚至有人堅信佢仍然藏喺德國某個礦坑深處。呢個傳說至今冇人能證實。戰後 Catherine Palace 幾乎化為廢墟，只剩下焦黑嘅牆壁。但俄羅斯工匠用咗超過25年，根據舊相草圖一塊一塊咁重建。2003年琥珀屋重生，火焰色嘅光再次照亮宮殿。有人話呢間琥珀屋唔單止重建，而係對過去嘅一種救贖。Catherine Palace 見證咗兩個同名嘅女人藏住兩段截然唔同嘅命運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個旅程見。